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这是我要邀请咱来吟今仔日的上营，因为今仔日两首圣诗应该大家拢有识，总是上营真无识，因为这是台湾新南伊的牧师所写的客家词，所以咱来听一遍这个台湾人所写的客家词的这个歌。来，咱来读一遍啦吼，读词就好。来，阿乐全联稳定自在，万族千户。感谢跪拜，爸囝圣神公祭仁爱，尊严称颂称赞，直到万代。咱第一遍会当听我唱一遍就好吼，来当爬起来就做伙来吟。第二遍咱合入来啦吼，来。我个专业稳定自在。万族千户，感谢跪拜，爸囝圣神，公义仁爱，尊严称赞，直到万代。393首，歹势，老听唔对，393首，这是今仔日。咱礼拜的上营，就上尾一首上营吼，较特别，所以要带大家练一遍，再来一遍啦吼，咱来吟看卖啊吼，来，预备，音乐也袂出来吼，请咱手中是毋是有圣诗？老圣诗，请咱掀开圣诗393首。古早吼，拢无即种物件对无？古早来做礼拜，来灌一骹茶仔，内底就是放圣经甲圣诗啦，吼。
虽然咱毋是活伫古早吼，想讲若无早啥物物件来嘛，真方便啦吼。有当时拄着即种情形，就会较毋知影要安怎，所以要邀请咱大家若有机会会当摕咱教会的圣诗、学士，摕家己的圣经来读，嘛要鼓励大家来读圣经。新圣诗确实有的人会无啥习惯，总是伫新世代内底，咱用新的圣诗嘛袂歹，吟唱看卖啊。来，咱来圣诗第393首，一个音调无问题吼，来，预备，来。阿拉传言，稳定主宰，万众天后，感谢跪拜，白行圣诗，因人为人爱，尊敬称赞，地高万代。再来一遍吼，再来一遍，来，预备，来。阿拉传言，稳定主宰，万众天后，感谢跪拜，白行圣诗，因公义仁爱，尊敬称赞，地高万代。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咧。今仔是圣的主日，也是相连纪念主日。咱时间已经到，陪伴咱的心，请走到。
我要时时学乐耶和华，学乐伊的话要常常伫我的喙。我的心要因为耶和华来夸口，谦卑的人听见也要欢喜。恁甲我着学乐耶和华做大，三角尊伊的名做悬。我要求耶和华，伊就应我，救我脱离我一切通惊的事。这是咱三角来唱圣诗，圣诗第26首，圣诗第26首。但愿感谢上帝，但愿感谢上帝。咱起哩，咱来唱全首。但愿感谢上帝，赐下应许对心地，主家己代志，万民了以最欢喜，愿对不太出息，以救赎和把你，因以不少人来，今日要得宽待，困求是阮上帝，以先感愿上帝的，使我喜乐心欢，耶稣平安甲愿大，因以恩惠保守，艰难的了解救，昨晚脱离灾害，现在所高将来。我感谢一切归乎白上帝，也归先加相信的结果，将的万民，三一言话上帝。上赞天我体对，归去现在将来，永远乐敬拜。咱由原徛咧，咱用咱的信仰个别，许多圣经来讲做咱的信仰个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来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担坐在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会众请坐，这是咱来启用，我来启，大家来用。启用文第44篇，也是以赛亚篇40篇。恁的上帝讲，要安慰我的经。就温柔对亚路撒冷宣布，因的罪罪已经清清楚。有声话讲，就伫旷野准备上主的路。
逐个山谷拢要天平天定。大水的山头拢要为福家，冤屈的也要该互得。空客要受福平，上主的荣光一定显现。所有人拢为家己。上主有安尼亲宣布，有啥讲恁着宣布，我讲要宣布啥物？着讲人拢亲像草，因为阳光亲像山野的花，草会干，火会烧，因为上主会跪吹伫顶面，人拢真正亲像草，草会干，火会烧。毋过咱上帝话永远袂改变。报好消息，互涉案的人啊，着上关山。报好消息，互交有杀戮的人啊，要大声喊，着大声喊，毋免惊。对犹大的声讲：恁的上帝来啦！看至悬的上主要带大权能来临，要用权力治理，伊抢转来的人要甲伊三角做伙。伊自由的主人行伫伊的头前，伊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要用手伊要带遐个互羊仔养的羊母，大家去行。稳啊行。以上咱三角来祈祷。创造万物、听阮的永活阿爸爸上帝，你是活命的源头，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阮感谢你，你有带人经过艰难的旷野，来归往伫你所安排的国度。主啊，阮感谢你，因为你引带阮的长辈，佮保护照顾阮历代的祖，互阮一代过了佫一代。互阮的祖先认捌你，通追求永远的活命，伫世间通忍受一切的艰苦，军队主行天路，阮恳求你帮助阮，会孝顺阮的一切好所行，通成做好的模样，敬拜上帝，看重上帝是一切的根基，大大壮大。就是勇敢，爱勇敢，成做一个基督徒，阮着爱需要勇敢到伫上帝面前，互上帝直直来透视阮的内心，毋通闪避。相信伊要用慈爱环抱着阮，也毋通掺杂济俗世的作为，提醒阮毋通效法即个世界，爱专心倚靠上帝，凡出伫上帝。你的默然，阮无坚定，不义伫阮坚定的心，记得阮你所赏赐阮一切恩惠，求你互阮努力来较认捌你的疼，接受阮的功课。主啊，今仔日是常年纪念主日，阮会当清楚明白，阮伫即阵阮年老的兄弟姊妹中间，互阮会当常常决定伫阮的内面。若圣经咧讲的，阮即阵年老的，若像野生的，互伊会当有气力；软只的，互伊加添咱的气力。若像少年人也会野生，勇壮的人嘛会跋倒。独独我靠耶和华的，要得到新的气力，因要亲像鹰鸟飞实飞悬。也行，也是无先无野。主啊，耶和华伫阮的中间的时，互阮会当搁较清楚。我靠耶和华，掠耶和华做伊所我靠的，即个人有福气。伊要亲像水边所栽的树，旋伫伊的根伫河边，炎热到也无惊，叶也悠然伫青翠。伊大数的年拢无看路，结果子济济。阮伫今仔日即个相连的主日中间，阮也会当清楚明白，阮要怎样牵调伫主你的内面。主啊，当阮若要为着阮的教会徛起伫桃园的所在，要诚做光塔，
照亮济济迷信的人。通过阮的牧者，带领阮的长职以及众兄弟姊妹进入社区，调和济济事项，引带搁较侪人来认捌你。加添伫阮的团结甲小组，成做教会帮手，结出济济美好的果子。有主你的看顾祝福，或者首长干部运上加稳，力上加力，伫每一人家庭、因的事业、因的工作，以及因的行行顺顺。主啊，阮若要为着病痛身躯的肢体，仰望交托伫你主手中，愿主你圣神带领，通过你圣的手，以及通过医生的医治，互遐无伫共款病痛身躯兄弟，会当一直得到医治，早一天个恢复因的健康，回转到伫阮的教会以及因的家庭。伫遐来三角敬拜，伫你的中间，主啊，今仔日伫主日的中间，愿你看顾，阮通过阮吴富仁牧师的讲道，互阮会当伫遮献上阮的祭，伫主你的面前，使你接纳，将今仔日所服侍济济遮同工的，会当诚做芳的祭，到伫你的面前，阮恭敬将遮一切仰望伫你的手中，交托伫你内面，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免。咱来看圣经，记载伫路加福音第3章第1节到20节。第3章路加福音第3章第1节到20节。咱三个来看。提比留该沙做位的15年，本丢拉多做犹太的总督，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人君，伊的兄弟腓力做托利亚甲托拉科尼。地方分封的人君，鲁萨尼做阿比利尼分封的人君。第2节，亚那甲该亚法做祭司头的时，撒加利亚的囝约翰伫旷野内，上帝话教伫伊。第3节，伊就到约旦河的四方，传反悔的洗礼，互人得到赦免赦罪。第4节。亲像先知以赛亚册内所记的话讲，有伫叫伫旷野的，伊的声讲，避办主的路，修直伊的小路。第5节，遮的山谷拢要淹达，遮的大山头拢要互伊低，弯巧会互伊直，坎坷的互伊得到平。第6节。既然肉体的要看见上帝拯救。第7节，一人出来要受约翰的洗礼，伊就对因讲：独蛇的类啊，是谁？只是恁闪避将来的受气啊。第8节，所以恁就结迄落合伫反悔的果子，无得家己拍算，有亚伯拉罕做阮的爸，因为我甲恁讲，上帝会对遮的石头出子孙予亚伯拉罕。第9节，当捕头已经下伫树头，既若树无结果子的，就错伊ฮ็落火。第11节，众人问伊讲：安尼，阮对怎样做？第11节，伊应讲：有2领3个，就分互无个；有面通食的，也着安尼。第12节，抽象的也来受洗礼。对伊讲：先生啊，阮着怎样做？第13节，伊对因讲：定着会向以外，无得加客。第14节，兵丁也问伊讲：也着怎样做？伊对伊讲：无得啰嗦，人无得冤人，就掠恁所得到的牛做交业。第15节，百姓的毋望的时，众人心内得议论：约翰敢才是基督？第16节，约翰应众人讲：我用水甲恁行洗礼，独有一个比我较有权能会要来，就是若偷伊的下大，我也袂肯定。伊要用圣神的火甲恁洗。第17节，伊的手提粪箕，要将伊逼入一阵的箕内底收麦仔入伊的仓，若是袂花，就用袂花的火来烧伊。第18节，约翰另外用济项的苦劝来传福音予百姓。第19节，独分封的人君希律，因为伊的兄弟的某罗底的缘故，
佮因为所行拢总的歹代，互约翰责备。第20节，但佮加一项，就是将约翰关伫家里。以上上帝的话，这是咱要赞美，请圣歌队赞美。因为赞美的歌词是：至好朋友就是耶稣，至好朋友就是耶稣。这是要正道，咱请吴富仁牧师，以正道题目就是预备助道的人。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今仔日是双连纪念主日，每一当咱伫10月份，咱咧尊重咱中间年厝较少的少年人，透过年厝较少，要表示上帝加天的岁月伫因身躯顶头，互因得到尊严，就亲像白头毛
所以咱身躯顶头老白头毛开始生出来，毋免怀疑，迄是上帝所予咱的免流。愿上帝帮咱，赏赐予咱，伫咱身躯所生出来的免流，真正有上帝的祝福甲伊的旨意。最近，特别是最近，我渐渐开始来探访，因为安尼，侪时阵去到咱侪长辈的府上，我听因的故事，就发现，侪人其实拢是上帝为咱备办伊的道理，伫咱心中会遐的人。事实上，这拄拄也是今仔日所要人讲的。愿上帝帮咱祝福人在，互咱中间这个士大人真正满有上帝完全的祝福。请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的软者，帮助阮，互阮不管活到什么款的年岁，拢有上帝你的旨意、你的话语，甲阮做伙伫地。打即时，求上帝开阮的耳孔，听见你要阮所讲的话语。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最近 Netflix 中文翻译叫做王菲，有出现一部韩国的戏剧，叫做《鱿鱼游戏》。请问有伫新闻顶头听过这个韩国的戏剧的，请举手我看卖啊。好，多谢。若毋知影，甲我同款，我伫天下杂志伫9月28号所出的杂志的评论进前，我嘛毋知。我对这部韩国的戏剧感觉好奇，是因为天下这个台湾真出名的杂志，伫9月28号所出的这个刊物内底，特别针对这出的韩剧内底基督教的形象态遮尔负面来做出评论，然后我就开始好奇什么货？韩国毋是超过35%的基督徒吗？咱知影，韩国超过35%的基督徒，甚至有人讲要超过40%，甚至到要一半。上时，台湾的教会界对顶世纪后就开始访问韩国，不管是去到顺福音教会，这间号称是全世界上大的教会，赵永基牧师。迄间教会来参观，就是去丰盛教会、中立教会学双语，也是学基督教锡安主义的犹太文化风潮，甚至敬拜俄勒也拢走去韩国来学。所以，实际上台湾教会界受韩国极大的影响。总是咱爱知影一项代志。基督教进入韩国，是伫韩战以后，受到威权统治甲美国文化的相乘影响下面，才开始发展。特别对迄个mega church，就是大型的教会，就亲像顺福音教会，就是丰盛教会。这个教会因为影响力极大，伫牧师的信息就是教会文化内底，就真受美国的成功神学来影响。伫这个成功神学的影响的下面，就有一种讲法，这个牧师特别强调，爱珍惜安定的政权，爱顺服官兵。所以有一阵啊，台湾的牧师真习惯讲顺服就是蒙福。我毋知影咱大家是毋是有听过这个话语？若捌听过对牧师
嘴中所讲的，大部分拢对韩国来。总是伫韩国的政治文化，就是教会内底，哪强调兴旺出名，哪爱夸口家己人数规模，企业管理，哪爱讲阮教会有偌侪名人，雅气名星，牧师哪爱年头门，总是当牧师。当教会若对这个权力者的腐化毋敢直言，甚至将爸传囝、囝传孙的这种文化，就是拄着有关系的人就等挖这款的文化，搬入来教会内底，侪时阵已经引起侪人。特别侪基督徒的反感。当2007年，韩国水泉长老教会因派一个底宣队去到阿富汗，这队的少年人受塔利班来业做人质。韩国民众对这群基督徒无个人的警告，互家己陷入危险。整个国家爱付上真多的金钱来赎因转来，感觉受气。因为安尼，近年来，号称家己是基督徒的总统落台了后，真多官司，这牧者有侪歹的新闻，异端伫韩国的教会内底侪。这新闻拢伫韩国的社会内底，直到咱才会看到这出真出名、最近真红的韩国的戏剧《鱿鱼游戏》，才会产生真多不断咧踢笑这牧师，不断咧踢笑这传教者、传福音的人的这戏剧。今仔兄弟姊妹，我相信这样代志。我相信上帝，互无应该发生伫教会内底的代志，伫教会发生，有伊的心意。福音带互人真实的平安甲祝福，总是上帝话，也要显出人的心甲真相。当基督徒甲教会做出甲福音无符合的见证，早晚会互历史甲上帝牵去后面。所以，就是今仔日，搁去迄个水井的教堂，坐满众人，内面若无福音，一切真紧就乌有。圣经咧对咱讲，未办主的道，教人的心。无需要挖靠人数，无需要挖靠官兵，无需要挖靠建筑物，只要亲像先知讲上帝的话，行伊的样式，安尼就够呀。就亲像咱今日所读的圣经，路加福音第3章第1节到第2节的 A 段。提比留该撒在位的15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的总督，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人君，因兄弟腓力做以托利亚甲特拉科尼地方分封的人君，路撒勒做阿比利尼分封的人君，阿那甲盖亚法做祭司头的时。该撒提比留是接续奥古斯都的罗马皇帝，伊伫主后14年的时阵来上位，所以伊上位了第15当。所以历史学家是安尼算的，算讲约翰是当时出来15当，所以
主后14年在位，然后在位了15冬。迄年应该是主后29年，就是30年，所以是安尼推算约翰，上时嘛安尼推算耶稣，当时开始出来传道。路加伫遮特别描述这项代志，伫第一节一开始就咧讲这项代志。伊讲描述这个对该撒以下统管巴勒斯坦无共占处的官员，这个分封员，这个祭司头，表面上看起来，这个世界亲像这个人咧掌权。表面上看起来，亲像这个世界是伫这个人的手中所掌管政治、经济、宗教甲社会，看起来敢若无上帝讲话的迄个空间。总是路加要对咱讲，稍等一下，上帝搁伫咧，上帝悠然积极咧做工。路加福音第3章第2节，美段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撒迦利亚的囝约翰伫旷野里，上帝话到伫伊，上帝讲话无托付这个有关系的人。上帝讲话，却托付一个普通祭司的囝约翰。伊伫旷野，旷野看起来一无所有，总是旷野有一个要紧的代志，就是上帝甲伊的百姓立约的所在。因为安尼，咱伫遮看到约翰有3个身份。第一个身份，伊是撒迦利亚的囝，所以伊是上帝伫无可能生育的老人身躯顶头所成就的可能。第二，路加福音第3章第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伊就到约旦河的四方传反悔的洗礼，互人得到赦罪。当时的以色列已经真久无先知，对上帝百姓来讲，无先知表示一项要紧的代志，就是上帝无搁对因讲话。甚至有人主张，这伫马加比书上卷第14章41节的所在这是处经。当时的经典，有人主张重要的决定应该放咧，直到有一个忠诚的先知出现。所以约翰就伫这个时期出现，伊伫旷野出声，伊的生活、伊的宣讲，拢表明伊是先知的身份。伫圣经的大传统内底，所谓的圣经，所谓的先知，毋是未卜先知，毋是咧未卜未来的先知，毋是。所谓的先知，也毋是变魔术的。所谓的先知，是一个互上帝神所掠条，伊不得不讲、不得不行的人。因为安尼，约翰就亲像过去以色列的先知同款，伊直接讲应该上帝爱伊讲的，就是伫有关系王面头前也是安尼。所以咱读到路加咧描述这段的上尾，咱读到这个记载。路加福音第3章19节到20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独独分封的人君希律，因为伊的兄弟的某希罗底的缘故，佮因为所行隆重的歹代，互约翰责备，打佮加一项，就是将约翰关伫家里。希罗底是大希律王的孙，伊先嫁互伊的阿叔腓力，后来腓力去互该撒废掉，所以伊佮嫁互另外一个阿叔，叫做安提帕。所以咱伫遮读到的分封的人君希律，伊的全名叫做希律
安提帕。希律安提帕当时掌管巴勒斯坦这个所在。事实上，这种家族的乱伦，伫当时罗马帝国内底真侪看见，咱读着记录，真侪这款的记录，总是对犹太人来讲，这明显违背上帝律法。这款人既然要做因的王，所以互因挡袂牢。总是检采有关系伫有关系的人面头前，真少人敢讲话，只有约翰。所以约翰出声责备，直到伊受关伫监牢。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这也咧对咱讲一项代志。咱这世代的人，真侪人拢想要做先知，总是我要甲大家讲，伫圣经内底做先知的人，通常拢无好的下场。约翰就是安尼。第三，路加引用以赛亚书40章来讲约翰的身份，伊是备办主道理的人，所以伊是讲报扬好消息的人。就亲像过去的以色列人，因虽然受掠真做奴才，总是以赛亚书40章是咧对因讲，上帝托先知咧对因讲，免惊，上帝要带恁转来到耶路撒冷。当约翰伫遮宣告，迄条过去上帝拯救的路，随就要出现。约翰咧宣告这项代志，随就要出现。因为安尼，上帝声无出现伫圣殿，颠倒伫旷野。上帝声无照祭司头的喙，颠倒照迄个旷野内底的先知来宣告。实际上，传统顶头以色列人是无洗礼。什么人才会受洗礼？就是遐个要入犹太教的外邦人，因才会受洗礼。因为安尼，约翰伫遮将洗礼这项代志，这个礼仪，其实约翰无看伊做礼仪，将洗礼这项代志做一个意义上的变换。伊对咱讲，人应该接受的，毋是做伫肉体顶头的割礼，迄个做伫肉体顶头的记号，甲上帝立约的记号，尔，毋是这外在的形式。就亲像保罗捌安尼讲，《罗马书》第2章29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读内面做犹太人的，才是犹太人；也心内的割礼，才是割礼。在伫神，不在伫文字，伊会得到学乐，毋是对人，就是对上帝。这也是今仔日咱的教会咧行洗礼第一个意义，是对约翰来的无毋对。总是约翰的洗礼只是头一步。头一步的意思是啥物货？要受洗礼进前爱反悔，就亲像约翰伫遮所讲的，伊传反悔的洗礼。这就是约翰所带来的，这只是教会洗礼，今仔日教会洗礼的头一步尔。不过这步真要紧，因为反悔意思是啥物货？反悔意思就是咱爱换一个方向，咱的生命爱换一个方向来活。原文只是安尼简单的意思尔。所以换一个方向。意思就是修正咱的行为甲态度，将咱离开上帝所行所想的，伫伊面前告别认罪，求伊赦免。因为安尼，假使若是上帝的话，那安尼搁较插耳，可能嘛有人听会到。
当然有人听袂入耳。所以咱读到《路加福音》第3章第70到第80节，续落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一个人出来要受约翰的洗礼，伊就对因讲：毒蛇的类啊，治罪啊，只是恁闪避将来受气啊，所以恁着结迄号合治反悔的果子。毒蛇的类，其实这是约翰咧骂人的话。这句话真歹听，对以色列人来听真歹听，因为伊是咧指正的人要来受伊洗礼的人，要来听伊道理的人，伊是指因讲，恁着亲像伫上帝园内底迄条蛇，迄条蛇的护卫，充满白贼，互相推。毋是我做的，互相推。一个长官就想要做上帝，罪恶满满，因为安尼上帝受气，之罪会闪避伊受气所带来的毁灭的。路加福音第3章第8节到第90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无得家己拍算。有阿伯拉罕做阮的爸，因为我甲恁讲，上帝对这石头出子孙予阿伯拉罕，担葡萄已经下伫树头，既若树无结好果子的，就错伊hết落火。约翰这个人挑战，因讲啊，毋通想讲你是阿伯拉罕的后裔，毋通想讲恁。下祖，你的老爸已经是基督徒，你着保证家己是上帝的囝儿，你着得到保证。实际上，约翰咧对因讲，所以即句话真歹听，讲若遐上帝若骂吼，遐石头拢会生出阿伯拉罕信心的囝儿。讲起来，我是俗称的第3代信徒。我阿公伫日本时代去到新老病院看病，伫遐听宣教师传福音，得到福音。对遐开始我的家族的信仰，就是我对细汉就上主日学，大汉了后开始唱圣歌队，伫团契服侍。安尼我斗真正做上帝的囝儿嘛？我斗算做是上帝的囝儿嘛？实际上，这个拢无法度保证我会当成做上帝的百姓，属伊的囝儿。约翰提醒咱讲，要紧的是，到活出即种甲这个身份、相共款的生活。伊咧对咱讲，咱斗结迄号合治欢喜的果子。实际上，这嘛咧提醒咱一项代志，真侪教会咧追求受洗的人数，看重受洗是咱的教会也是，所以要伫咱的教会接受洗礼爱上课。最近阮伫咧上课，总是重视受洗礼以外，毋通袂记起受洗礼以后，咱的性命是活出什么款的形式，遐是要紧。就亲像约翰咧提醒咱，恁是毋是有结迄号下伫欢喜果子啊？迄要安那来生出来？因为安尼刷落去，才会问答，才是要紧的关键。路加福音第3章第10节到14节是安尼讲，读看卖啊，学读看卖啊吼，那无法度读嘛不要紧，学读看卖啊来。众人问伊讲，安尼阮着怎样做？伊因讲，有2领3个，着分互无的；有米通食的，也着安尼。抽象的，
也来要受洗礼，对伊讲：先生啊，阮着怎样做？伊对因讲：定着向以外，无得加体。兵丁也问伊讲：也阮着怎样做？伊对因讲：无得绿色人，无得坏人，着掠恁所得到的牛做教业。安尼，阮着怎样做咧？这才是要紧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真正听见、愿意回应的人真实的反应。用现代话来讲，约翰咧对咱讲：你免等到你真有钱的时阵，才会当甲人分享。亲爱的兄弟姊妹，假使咱若愿意分享，因为咱若厝内底有加一领衫，咱若腹肚有够饱，咱就会当分享，敢毋是咧？约翰直接就安尼讲啊。所以会分享的人，才是真正不如的人。你有，总是你唔愿分享，你可能真善良。愿意分享的人，约翰安尼讲，讲这就是不如的人。假使咱若有，其实比顶头的咱无法度，咱无法度甲王永庆又是郭台铭来比，总是比下面的咱可能有。因为咱拢食有够饱，咱拢有够清。那安尼，咱若体验到这点，咱就会感谢，咱就会分享。当咱分享，约翰要对咱讲，上帝话要对咱讲，安尼你是不如的人，你是有够的人。另外一方面，咱会因为咱身躯顶头的职务来犯罪，抽象的，这是政府官员，总是当时的抽象的，因会徛伫城门口来看来往的人，然后很快来看这个人有纳税啊无。罗马政府当时是用包税的方式保护，所以一城内底一区就保护某一个抽象的。换一句话来讲，罗马政府只有来讲，我要摕这个，剩的你要摕偌济在你。所以抽象的会互人讨厌，伫圣经内底会甲罪人做伙来并列，毋是无原因的。相时，罗马政府当时的抽象的，因若要做这个抽象的工课，因爱付一大笔钱，毋是考试哦。是付钱，还会当做这个官，因为这是官，所以因爱回报，因爱生活，所以抽象的会互人感觉讨厌，感觉是罪人的缘故。因为安尼，约翰对因讲，摕迄个。你应该抽的就好。其实对这个抽象的来讲是一个挑战。伯克这位神学家安尼指出，当时比尔斯坦应该无罗马的兵丁，伫遮做兵，咱读到迄个兵丁，兵丁只有罗马人才会当做。那安尼，这个兵丁是啥物兵丁？所以神学家咧对咱讲，这兵丁有可能是当时这个地方分封的王所叫来的民兵。然后这个民兵，因的工课应该是维持地方的秩序，所以协助维持安全秩序，甚至协助宪制，拢是这兵丁所做的代志。总是。这兵丁只要有权、有军头，就可能产生绿色、或是坏人的代志。所以约翰讲，恁做抽象的爱诚实，恁做兵丁的爱守纪律，
唔通歪人，唔通劣色。约翰的命令是针对无共款的人，逐工生活所要面对的试探来讲的。换一句话来讲，亲爱兄弟姊妹，这叫做咱的试探。什么叫做敬拜上帝？毋是逐礼拜来到遮坐点外钟，互牧师安尼讲，尔毋是敬拜上帝，毋是伫教会甲圣殿内底尔，是逐工当咱行出去了后，实际伫咱的生活内底，咱所做，迄才叫做敬拜上帝。今生的约翰，伊的宣讲，互人真着惊，因为这是先知的话。掠做地教，这百姓掠做，伊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总是路加福音第3章16节到17节，刷落去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约翰应证人讲：我用水甲恁行洗礼，独独有一个比我较有权能的要来，就那偷伊的下大，我也袂堪得。伊要用圣神甲火甲恁洗，伊的手提本机，要用伊迄场一阵步受要入伊的床，若是未香未芳，就用袂花的火烧伊。约翰安尼讲，我只有做我应该做的。我用水甲恁行洗礼，只是正做一个记号，表明即时你心内反悔改变。总是我通做，只是安尼。我通做，只是安尼。总是有一位比我更加大的，伊要来，伊要用圣神、用火甲恁行洗礼。圣神用火，火叫做洁净，火的作用是洁净，所以迄个洁净的意思是不只成做一个记号，是要真实成做发生伫咱生命中的事件。这嘛不只是心意改变，是要改变咱生命的本质，去成做上帝家儿恩典的护士。用水行洗礼，上定得到洁净，总是我后面来的，要互恁的生命的本质得到更新甲改变。我相信，侪人拢捌听过，基督徒人去算命，有人讲基督徒的命真歹算。因为完全无法度算，总是咱爱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相信基督伊正做改变咱生命的迄位圣神来改换咱生命的本质。因为安尼，亲爱兄弟姊妹，就亲像约翰的呼吁，上帝透过约翰的命令来对咱讲，什么叫做真正的顺服？顺服是伫日常生活内底来实践，咱通敏感发现，咱的生命内底有侪通感谢的代志甲人。咱若开始感谢，就哪会当去分享，去实践上帝所予咱的命令，去成做富裕的人。更要紧的是，伫这个世间有侪偷含甲名位，不管是伫教会内，或是教会外，当咱承担这个管理的职责甲金钱的职责，或是承担决定代志的责任的时，请毋通袂记住，上帝予咱即时坐上即位的目的，毋通主动犯罪，做啥成啥，都亲像抽象的，都爱诚实；做兵的爱严守纪律。那安尼，咱就毋惊。当上帝来时，伊的火将咱烧去，
这就亲像先知所讲的，以赛亚书40章第3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今仔日上尾这段经节来，有啥叫讲？伫旷野避办耶和华的路，伫沙漠的地修平咱的上帝的大路。愿咱活出这款带人听见上帝的道，入伫伊的心的迄款的人。当咱开始活出来，事实上，我也发现伫咱教会内底侪信仰的前辈，就是安尼来活，安尼来承受。愿咱甲因共款，做伙去成做遐避办主的道的人，咱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帮助阮，互阮通得到上帝你特别的怜悯。因为主，阮知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求上帝帮助阮，互阮明白，当阮受掉，阮就爱反悔认罪。阮爱反悔，表示阮爱伫阮的原底性命内底长活。主，你知阮的人生是何其的苦恶，因为安尼，阮的罪性时常绑掉阮。求上帝赦免阮，求上帝也医治阮，互阮真正满有上帝你圣神的引带，真正成做上帝你所疼、正人也所疼、所爱，成做你上帝的囝。求上帝怜悯，甲阮做伙伫地。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在伫我心。这是咱三甲过来唱圣诗第608首，圣诗第608首，奇妙恩典何等甘甜，奇妙恩典何等甘甜。咱起立来唱全首。奇妙恩典何等甘甜，叫我他你最近，将我心内那对回归生命。大地看见，这段恩典甲我敬畏，行行变做安慰。这有恩典实在宝贵，我心就地恩惠，经过最凄厉落寞，为要个痛苦。这恩传我安然稳当，看我们的希望，我有天心心随笔。我苗梅花一心，
艰苦灵魂，沙里西亚的平安欢喜，行到沙基的主身边，那日更加莫听欢喜音是主恩交臂，乐高万年。非常正济，这是咱的奉献。咱请庄巧燕李振忠弟兄、林武雄弟兄。咱今仔伫周报内底有业奉献地，要邀请咱为着中华相联部来奉献。咱今日来唱奉献的诗歌。这是我来报告。咧报告的进前，咱三个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届，三个来念一届。伫周报的头前吼，周报的头前有声叫讲，伫旷野避办耶和华的路，伫沙漠的地修平咱的上帝的大路。以赛亚书40章3节来请。沙漠的地修平咱的上帝道路。以赛亚书40章3节，咱掀开第2页。咱10月份的第9个中日，感谢长老黄淑仪执事，方怡芬，咱其他咱服侍的，咱才家己看吼。第2页，完了咱家己来看。第3奉献，第3页奉献，咱若无清楚的，咱找咱的中日来更正。第4页，咱有教会小组的大道事项，咱来由愿家己来看。
咱掀开第5页，本主日10月初10为敬老节甲相连事工纪念主日，请为教会相连关心大道甲新德中会相连部事工的奉献。这是咱要来邀请咱的迄个受青吼，迄个相连的迄个90岁到100岁吼，70岁到100岁。我念着建成圣约，咱徛徛就好吼。啊，小咱牧师会甲咱做一个祈祷。啊，迄个红包吼，咱由各区的区长吼来发互恁个人。100岁以上的吼，陈荣华，90到99岁有平社万玉、刘在钦、陈眼、陈阿全。80到89岁，陈高桃、陈桂金英、陈幼兰、陈雪香、简竹桂花、刘希鹏、庄淑丽、李秋瑞、杨周华、陈之妙、陈苦专、陈华山、潘瑞琼、陈碧莲、陈林月神、陈兆明、黄李金銮、蔡素莲、卓徐佑、李全美、苏红美、张富国、陈玉梅、林武雄、陈慈、陈六志、杨林雄、赵淑英、李曼英、涂秀莲、许宗勇、陈秋花、曾清水，70岁到79岁，有念到的人，咱徛起来吼，咱有念到的人徛起来。陈阿梅、王万居、蔡锦月、林炳宏、林陈淑贞、钟清新、吴秀娥、张碧霞、梁玉水、陈浩然、陈克明、贾珍、林占茂、苏优莲、赖邱美玉、房武美惠、陈正达、李秋桃、陈淑贞、许穗英、庄慧珍、陈林淑珠、陈基正、陈玉凤、黄超勇、庄玲蓉、黄碧霞、林素慧、潘秀义、蔡月珠、戴玉燕、王秀燕、李周月妹、张凤山、黄美芬、林公平、吴映辉、李彩霞、王明仁、罗仁松、李茂成、刘先觉、曾月凤、刘敏洲、苏丽美、简李秋娟、陈林丽玉、曾惠梅、庄巧燕、林正秋、宋玉英、简秀智、吴周慧珠、陈君毅、廖永强、一雄哈。啊？柯继兴、许志生，是。啊，是毋是有伫即个所在，咱无列伫顶头，啊，真歹势，超过70岁，请咱徛起来好无？拢会当徛起来。但名无伫遮的，咱原来会当徛起来吼，小等下咱报一下。无伫即个名单顶头的人吼，若超过70岁，欢迎拢徛起来。毋是发徛啊吼，是要尊严。伫咱的教会内底，透过尊严来求上帝特别赏赐的平安，就甲咱做伙伫地。所以，即时我要邀请咱做伙来祈祷。主感谢你赏赐，你赐互阮伫世间每一日的年岁，你的恩典加添阮每一冬，互阮真正领受上帝你完全的祝福。主，阮感谢你。主，阮感谢你赏赐，互阮哪有上帝你荣耀的样式，帮助阮，互阮哪知上帝你的智慧要加添伫阮身躯顶头。主，阮相信，
你互阮每活的每一工，上帝你拢要赏赐祝福甲平安，甲阮做伙伫咧。因为安尼，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互阮通喘气，感谢你赐互阮会当围绕伫上帝你所赏赐的使者天使的身躯边。感谢你赏赐这所有一切，帮助阮每一工的活，每一工的喘气，拢有上帝你美好的旨意。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阿门。多谢请咱其他的人拍谱仔来，多谢欢迎尊严，请坐。毋是发徛吼，总是我感觉会当徛起来，互人尊严的人，是真有福气的人。我嘛毋知影我会当活到几岁，所以但愿我迄天咱会当徛起来，互大家尊严。因为安尼，求上帝特别祝福，甲咱做伙伫咧。所以要邀请咱各区有在场，或是无在场。若无在场，我会邀请少年团体的干部，到时阵来使，就是咱会当送到厝里来祝贺，嘛求上帝的尊严，祝贺会临到每一个人身躯顶头。所以淡薄尔啦吼，我要坦白大家讲，就是淡薄尔。教会当做的只是淡薄，总是原者的淡薄，真正代表的是教会正人的尊严甲祝福。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咧。下面时间，咱因为今仔日是双年纪念主日，咱请咱的会长吴传英长老来报告哈。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是双年团契的主日，伫过去一年，侪教会兄姐对这双年关心、代祷甲奉献，阮来献上感谢。同时也投入这为了双年事工来真侪心力来帮忙。等下，咱也让透过这个影片了解，这年来虽然咱为了对5月疫情开始，咱就暂停，所以这个影片是对去年的10月到今年的4月，所有双年的活动，而且甲咱做介绍兼感谢，咱做伙来看咱这个影片。
以上吼，多谢各位继续关心咱教会的相连吼。咱知影相连是咱囝儿的荣耀啦吼。咱若是大人顾好势，咱嘛是感觉真荣耀吼。互相吼，伫遮相照顾、相关心。谢谢，多谢。下主日10月17，关怀部会伫中昼12点伫7公1室内召开，请部员出席参加。咱的奖学金的审查伫中昼12点伫7公2室内召开，请审查委员出席参加。社会消息：社会公告伫2022年当选新任的中级名单，长老陈维明、黄传进、执事李建业、苏依玲、陈秋信、林富祥、吴文仁、张春燕。各项的聚会，咱家己来看吼。教会消息：教育部报告主日学生伫10月17。要恢复实体的课程吼，咱下面咱家己来看。全教会圣经速度1年内要读完吼，这咱家己来看。其他的消息吼，桃园出局社互助社理监事会伫今仔日中昼12点7公1室来召开，请理监事出席参加。咱遮有几项的代祷的事项吼，咱为着病痛、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祈求代祷。咱的各州部内底以及咱小组集体拢有代祷咱的内容，咱拢家己清楚明白来看。过来就是，第一就是赵文龙弟兄、谢锡生弟兄、马建庭弟弟的马国成变成医治代祷主内的张票的兄弟陈信乐的执事的长人门主恩昭安孝主怀，伫10月11拜一的时阵，上午7点半，伫中立殡仪馆，伫遐要来举行入殓甲安孝的礼拜，请关心代祷，安慰遗族。本会张彩虹姊妹属于桃园区的蒙主温调安孝主怀，10月23拜六上午9点，要伫桃园殡仪馆。法院厅举行入殓告别礼拜，请关心代祷，安慰遗族。第二，咱为着咱吴福仁牧师，也是张正业传道林世杰新学生的教会服侍预备来代祷，请为桃园教会牧者传道长职团契首长服侍同工团队来代祷。当着面临疫情的改变、环境的改变。递到咱各项的事工计划推动顶面，咱要有积极、有能力甲信心，共同创新福音宣教的刻力，来领人归主。请兄弟姊妹共同关心甲代祷。以上，咱请牧师补充。来，我来补充报告吼。大拄仔小可有发生一点意外吼，伫后壁的这个所在，所以咱爱真足。咱的是大人，不要紧吼。迄个我想互伫身躯边遮的人来调磨就好吼。等下咱还阁互相关心吼。我伫遮来介绍今仔日第一遍来到咱中间的遮的兄弟姊妹吼。头一位是张美竹姊妹，伊是赵文荣弟兄的某伊伫咱中间，我想请伊徛起来好无？张美竹姐妹，伫遮吼，伫遮好。我想伊是咱的厝边啦吼，伊是咱的厝边上时咱也久久来找伊为赵文荣弟兄来祈祷
咱求上帝特别互遮个家属拄着遮个困境的时阵，有一点仔安慰，所以教会小天使计划也有备办啊，相时遮兄弟姊妹吼也有感动，所以即时我想有一点仔感动，就来到遮吼，然后咱会当要请庄，我摕我，来，乔燕姐啦吼，乔燕姐。这个是乔燕姐伊用心啦吼，啊敲电话互我，啊甚至钱送到我遐吼，啊要互即位姊妹安尼吼。头一遍来到咱中间吼，所以住伫南口对无？不要紧吼，就是咱欢迎上时是真诚长老伊所引带也祝福，愿上帝保护，互高坤元弟兄伊伫伊的生活内底，看起来是即个伊的查某囝甲简妈妈吼有一个车祸的一个缘分啦吼，所以。愿上帝帮咱，嘛毋望即个今仔日来到遮，上帝话会当进入你的心。吼，咱搁一遍拍鼓啊，来欢迎你其他同学。请坐。咱这是来上映第393首，上映线咱请吴富仁牧师来咱祝祷。咱起立吼。乐转念，稳定自在，万众千户，感谢跪拜。白行诚信，公义仁爱，尊严相在，地高万代。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会场请坐，顶角莫倒。
我伫遮小可报报告吼，咱头前3排有对台南来的贵宾，伫咱中间吼，张丽芬姊妹甲张富国兄弟吼，请因站起来，互咱来欢迎。愿上帝平安，甲恁做伙伫地，平安平安。来，咱互相来行平安礼，平安。